即马这台湾全国大罢免已经结束，行政院内阁嘛来改组，在议场倒影台公布 AI 行动内阁2.0。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，即届内阁改组呢，有用真侪少年人嘛来重视专业甲经验。即马经济、民生及青年弱势族群，就是新内阁的4大目标。 内阁改组新队形正式公开，由行政院长杜英台带行政阁员隆重出来。我会要求未来所有的内阁团队要加速行动，积极认识，要有感施政，而且要我本身做起。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回应给国人，在这段时间对整个执政团队所有的指教。 包含行政院国发会、经济部、卫福部、数位部等16回阁员调整，各宣布运动部会伫9月7号成立。第一任部长由2届奥运羽球男双金牌李雄接任，不过伊人无伫国内无来参加。整个执政团队 all in， 上下一心，让台湾稳健前行，这就是我们身上无可回避的责任。部长有什么祝福的话吗？ 祝他一切顺利。部长会感到委屈吗？我们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做好照顾人民的工作。客进道台行政会副部长邱泰源由健保署长赵宗良承任，两人早起到庭参加立法院联席会议，无伤过济活动。在野党批评内阁改组无亮点，可能是伫小小内部大风吹。这一次所谓的内阁改组，把它称之为改组啊，根本是一场大笑话。 充分的显现出来，从赖清德到卓荣泰，目前摆出来的就是斗争内阁，要继续斗下去。总统赖清德则表示，这摆改组有动向少年人重视专业甲重视经验3特色，有4大目标。我们希望整个内阁重新调整之后，能够以4个优先来作为目标。第一个就是经济发展优先，第二个是民生优先。 第3个是青年优先，第4个是弱势优先。赖总统希望未来内阁施政更加接近民意，同时接触广会也引入新人。另外，民进党团一直有检讨的声音，佮传出已经发起提早改选总调连署书，减至现今总调挂建民。赖总统是表示，因应当前的局势，党团应改选，相信会更加符合社会期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